节目一开始，咱来关心行政议会伫昨昏有通过要拨1000亿予台电。台电是表示，若有这1000亿加上今年4月分期电费钱，会当增加630亿。安尼预估今年台电了钱的金额会当缩小到100亿左右。另外，哪样有提案要修电业法，拍算未来若是要起电费钱，就要先经过立法院的同意。若这个提案今仔日会伫立法院讨论和表决，会是今仔日的重点。 为了让台电债务更加稳健，台电除了4月初1调关电价，嘛挖靠行政院拨补1000亿经费，希望会当降低电价调整的幅度。初二行政院总算定案，确定拨补1000亿予台电，台电回应，若做无补助甲调关电价，安尼台电估计会了2100多亿。 4月1号的电价调整11% 之后，会增加630亿。那再加上这1000亿，那另外我们考虑最近燃料价格回跌，估计今年的亏损可以缩小到100亿左右。那就是说，补贴1000亿，就是会让台电减少亏损1000亿。电价调悬就惊影响物价波动，南北两党进前提出无起电价决议表决通过。不过经济部长甲台电表示，依法遵守电价审议结果。这完后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出招化工，无要审经济部预算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回应，希望国会以理性问政。经济部会拍拼做代志，对初三要提电价法49条修正草案直接交付议讨。未来若做有关电价调悬还是调降，拢研究先经过立法院同意。这件代志，经济部长王美花我那对我说明。在你的专业角度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们当然是认为现在的机制是比较好、比较对的。如果这个还要到立法院同意的时候，那这个整个的时间会衔接不了，而且非常有可能，比如说审议会说是 A 方案，那立法院改成 B 方案，那这样的话，未来我们的审议会的机制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情形。我们这一次的调账已经做了。 这个非常的限缩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部长还这样子强调的话，我们就赶快来修电业法。王美花表示，不爱予台电起价，安尼等于是用政府的经费拨补较济用电大户。经济部希望台电会当健全经营。拜公议会若是表决顺利，预定民进党无排除提出调解协商，专案进入1个月协商冷冻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